今天的主角不是他。着急啦？啊，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很好看嘛。等你结婚的时候呢，我送你一个比这漂亮10倍的。就是不知道你未来王子是在从火星来的路上呢，还是在别人床上？是，反正不是在你床上。这我得好好回忆回忆了。哎，可别听他瞎说啊！这个世界几十亿的男的，总有那么一个是星座啊、血型啊、生辰八字跟你完全匹配的。但是我不知道哪一年哪一月才能遇得到了。快了，而且，要是都让周采儿给睡过了，我就打死也不要。你放心，每个女人都需要用自己的衡量标准去筛选出中意的白马王子。所以闺蜜之间关于男人的争论永远不会停止。只是面对周采儿这样强大的对手，欧阳就只有恼羞成怒的份儿。看爱情动作片边学边用啊，那不急死人了。是，采儿，我觉得你今天眉毛画的不大好，我得找个刀给你剃了。这不让我看你哪敢碰，我非得把你王子给睡了！你敢？哎，赶紧走！别闹！哎呦喂！哎姐啊，你给新郎官打个电话吧，让他过来化妆吧，这时间差不多了。行，那你先忙着，我给他打一个。不会还没睡醒吧？是不是昨晚喝大了？不应该啊。我去看看吧。啊。我不就是拍个婚纱照吗？你找俩模特，找一个公园，不就拍了吗？哎，你们公司倒好啊，真敢下血本。哎，我说就这么给他办婚礼了。他老在郑总面前说自己结婚的事儿，正好赶上拍婚纱广告，郑总就做个顺水人情。换成我，打死都不会同意的。哎，结婚多神圣的事儿啊，这个时候还想着占公司便宜，也不怕触眉头。你看看他刚才指挥这个指挥那个，把他牛的，就是找个留学归来的老公嘛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就照片那个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人我会看面相，就那号的啊，10有8九。哎，还有那个崔玲玲，是不是跟你们郑总有点什么呀？切，你觉得他那样的郑总会看得上他吗？哦，哟，怎么着想哭啊？我可从来没见过咱崔爷掉过眼泪啊！通常结婚的时候呢，伴娘哭得比新娘还惨。我可不会，我可舍不得把妆给哭花了。不信是吧？赌一打啤酒，成交。喂，玲玲，前几天不见了。行，我马上过来。我出去一下啊。哎，玲玲，你慢点，玲玲。玲玲怎么样了？将军节屋没有人，行李也没有了，而且服务员说他能走了。走了？这不可能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玲玲，你别担心，这样你去化妆，我跟欧阳去找他，行吗？你放心，我俩肯定找得到。那欧阳，你去这边，我去那边。好。江俊杰的不告，让崔玲玲措手不及，玲玲，难以接受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喂，兰姐。喂，彩儿。啊，玲玲，你千万别着急啊，我帮你找着呢。你别找了，把我爸妈叫过来。玲，叔叔慢点。哎，欣姐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小姨，你没事吧？阿姨，妈没事吧？欣姐，阿姨，妈，你别吓我啊，妈。阿姨。好了，妈，江俊杰真的跑了，你倒是快说呀，他是不是真的跑了？你急死我，你倒是说呀！哎
阿姨，阿姨别着急，阿姨。你先别急着晕呐，咱们再想想办法嘛。将军你他到底为什么要跑啊？啊？小姨，你就别给他添堵了。不行，咱们崔家就是自己也得把这婚礼给办了。他们江家不是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来吗？新郎官都跑了，咱办个屁呀！离婚都得2个人都在场呢，更甭提着结婚了。阿姨，要我说就不办了，证都已经领了，在法律上他们就算是夫妻了。办婚礼那就是一个仪式，江俊杰在这个时候离开，他一定是有特别特殊的原因。现在我们就应该把客人照顾好，让他们该吃吃该喝喝，让玲玲找到江俊杰以后问个清楚，大不了以后让他们弄一个旅行婚礼不就得了？旅行结婚可以，但是这江俊杰不在，婚纱照怎么拍呀？人客户都说了，这照片得登在这些杂志的内页上呢，再不拍他来不及了呀。而且公司花了这么多钱，我们怎么交代啊？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！小姨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说说，这么贵的酒店，又是吃又是喝，又是鸽子又是鲜花的，公司要是不出钱了，份子钱再收回去，你说你让我怎么活？让我怎么活？小姨，小姨，小姨，哎，过来，那个，哎，我问你，仪式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新郎官没了。啊！江俊杰这个小王八蛋，别让我碰到他，碰到他我非得把他。好了，别吵了。哎，干什么啊不是你们新郎找着没啊？啊！哎，不是你松手！你跟……哎，你看我也不是没这个同情心，但是你再怎么说，你们得让我把这照片拍了呀！哎，欧阳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照片拍不成，你们不是也交不了差吗？甭管真结婚假结婚，今天得让我把这照片拍了，是吧？哪怕你们找一个替身呢，是干什么呀？就别，你们别看我干不了这事儿啊！我觉得你挺合适的呀。不是合适什么呀？这结婚这不是闹着玩的。再说了，我第一次我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结了啊！哎呀，假的，就是走个形式。假的也得找个差不多的吧？哎，嫌弃我是吧？这我正好不想干的你站哪儿？小姨，我觉得欧阳他们说的对。你看，咱们还是把这个仪式办了吧。份子钱都收了，如果不办仪式，也不好交代呀。王朝阳，你就不能当一次好人帮人家一次吗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我一直我就是个好人啊，那我也不能牺牲我个人名节呀。我也盼着娶媳妇儿结婚，我盼着都快30年了，我也想找一个漂亮媳妇儿啊。那你们不能这么随随便便绑架人结婚吧？再过30年你也找不到那么漂亮的。那是，这不是谁说的？谁说我就找不着了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啊你看人家都哭成那样了，难过成那样了，你就不能帮他先过了这一关吗？王朝阳，你这么生猛的名字，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挺起胸膛站出来啊？欧阳，我这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啊，我这打死我也不能答应。哎呀，谢谢。哎呀！打头针，哪儿呢？这。
请坐。看来我们的新郎还是有些紧张啊，可能是为了下一个环节吧。为了表达他们7年的感情，新郎为新娘准备了一首情诗，请你大胆的朗诵出来吧。亲爱的，但愿我们是浪尖上一双白鸟，流星尚未陨逝，我们已厌倦了它的闪耀，唤醒了你我心中一缕不死的忧伤。只要我们是双白鸟，出没在浪花里。请两位面对面站好。江俊杰先生，你是否愿意接受崔玲玲小姐成为你的合法妻子？我愿意。崔玲玲小姐，你是否愿意接受江俊杰先生成为你合法的丈夫？玲玲，玲玲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让你们那么大老远来参加我的婚礼。新郎跑了，我不能拿一个假冒的新郎来骗大家，我也骗不了我自己。面对吧，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。我从小到大的生活都那么与众不同，连我的婚礼都跟别人不一样。其实今天我挺高兴的，那么多人来参加我的婚礼，但是我又有一点愧疚。爸妈，你们为我操心了20多年，连我的婚礼都要你们操心。还有我的好朋友，为了我结婚，忙前跑后了1个多月，今天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，对不起。你们肯定想问我，新郎到哪儿去了吧？我自己都特别想知道，但一句解释就走了。我跟江俊杰谈了7年的恋爱，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1次恋爱，我想也是最后一次了吧。今天是我生命当中的第1次婚礼，也会是最后一次。谢谢你们能来，谢谢。玲玲，玲玲，开门啊！这么半天才开门，吓死我了！你吃东西了没有啊？我给你买了点吃的，吃完以后你睡一觉。今天瑶瑶休息，被她爸爸带出去了，正好我有时间可以陪陪你，啊？玲玲。哎，请问您是崔玲玲吗？啊，对。帮忙签字，快递。谢谢。玲玲，江俊杰。怎么是空的呀？喂，喂，我是
直在等你电话。你是谁啊？你半个小时以后到飞龙大厦楼下，你一定能找到他。好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正好我这找你呢。那什么，你看啊，我这有些票，你能不能帮我签了字，我好去报啊？啊，那个，其实我也不是急这事儿，主要是我想来看看你，咱俩相识一场啊，也是缘分。我看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，行吗？哎，师傅，前面右转直走。跟着前面那个车。哎，你等我一会儿，你属狗的吧？你老跟着我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我还真是属狗的。我让你别跟着我了。别那么大火气嘛！就你这么跟着，谁不火啊？你要跟着我，我就不火呀。哎，咱们朋友一场，我就是不放心你。我跟你很熟啊？一日夫妻百日恩嘛。你再说一遍。哇，其实我今儿有些票，想找你报。回头到公司找我。哎呀，亲爱的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走。喂，慢点！喂，将军姐！怎么骑车呢你？不是哥们儿，你自己看看，你占的是人行道吗？车得让人，你不知道啊？你说那机动车？哎，你别激动啊！哎，我不激动。哎，他没事吧？腿怎么了？哎，要不然我背你吧。别碰我啊！哎，哥们儿，这如果伤得严重的话，带他去医院看看呗。没你事。哎，这就停住啊！这车是你的啊？哎，别，那个你过来，有车了，咱有车了。喂，反正咱上车追。那个白色的那个宝马吉普。啊，行，放心，丢不了。看你们这意思是追前夫啊，还是抓小三儿啊？我们呀，实际上这么回事儿，你这瞎打听什么呀？赶紧开车，快追上白车，快点！明白，隐私嘛。坐稳了啊！您去哪屋？回家。住哪栋啊？你不认识啊？不，我没。哎，你怎么走了？我话没说完呢。你等会儿。那个，你看那谁？来了，俊杰，有人找你。谁呀？你怎么来这儿？给我解释解释。你想让我解释什么呀？这不都在这摆着呢吗？7年我就换来这么个结果。婚礼那天你跑了，我没什么要说的。今天我都到这儿来了，你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呀你？将军姐，我从21岁跟你到现在快30岁了，你至少得让我知道你什么时候背叛我的。你是不是得给我的青春一个交代啊？哎，开始了吗？俊杰，你让人进屋说嘛，站着说多不礼貌啊！
显得我们好像很不好客一样。人都追过来了，有什么事儿今天就说清楚吧。闭嘴，没事。你嘿，你说谁呢你啊？我老公没出息，吃软饭。我不忍心说，他偷了我的男人还在那儿阴阳怪气的，我就不能说点什么吗？嘿，嘴巴放干净点，谁偷了谁的男人还不一定嘛。我呸！谁偷你男人了啊？我们两个那是正规恋爱，你懂吗？哎，我说崔玲玲啊，你可长点眼吧，别总是自以为是，还整天把自己当成社会精英呢。别总是以为自己长得有多漂亮，你看看你的模样啊，顶多迷个屌丝男什么的，这个才叫高贵。哎，别跟我提7年还青春，崔玲玲，你好好想想，咱俩在一起总共也就好了2年吧。然后我就出国了，亏着我出国，在国外找到了我的真爱蒋平。其实你在国内也没闲着吧？啊，上大学的时候你可就够招人的呀。今天这个给你写情书，明天那个给你发短信的，为这事儿我跟别人打了多少次架啊？每次打的都是鼻青脸肿的，整天跟我谈青春谈理想，把我蒙到手了。我按照你的信仰出国留学7年，我几乎倾尽所有。我以为这就是爱情。7年，我爱得失去自己，我以为这就是付出。7年，我所有的以为，却在这个人渣的嘴里一文不值。你好好看这房子，再看看这车子。我跟你在一起努力奋斗多少年，我也得不到这些啊！我的青春我耗不起。不过呢，你今天来的倒好，我就是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现实主义的爱情。是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，竟然敢打人！嘿，你还敢打我！你个臭不要脸的！好了，我没事了啊！哎呀，你还敢动手了？走了你！行，哎呀，别找了，这运动员快给他弄走！哎呀，宝贝儿没事。好了，是啊，哎呦，他还敢打我！行了，宝贝儿啊，他打我你也不还手？不是，哎，我的妈呀！哎，小伙子，哎。那人长挺斯文，口挺糙啊你！嘿，你说谁呢？你就站住！行了，不是你站住！行，哎呀，你又是谁呀你？呀，你光站住了！哎，你是那新郎吧？江俊杰。白瞎这么好房子。想哭就哭出来啊，别忍着。里没有烟熏，剩下的只是回忆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车里，我的车里，我的车里。停车！停车！这儿不能停车，这你不停我下车！别！这儿真不能停！你还听我唱歌吧啊！停车！哎！你别在这儿下呀，打不着车的，就你这腿点走不回去啊！别跟着我！我向来乐于助人，就看不得你这种受伤女性自寻短见。我死不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行啊，够勇敢的，那我得帮你推荐一下，这片我熟。哎，你往前走，往右转有俩路口，那边有一铁桥，哎，你跳下去有点疼，左转好，左转有铁路，经常过火车，你咔嚓一下一了百了。你长那么大没被人砍死，真是个奇迹！和谐社会不是所有女性都像你这么暴力，但所有女的都讨厌你，我祝你这辈子都找不着女朋友。真不好意思，我从3岁起就没单身过。哪儿他们没长眼？哎，不对呀，其中有一个还是射击冠军呢。他怎么没一枪打爆你的头啊？因为我用丘比特之箭先射中。别跟着我！我告诉你，我一枪打爆你的头。你没枪，你要有枪早把刚才那哥们给崩了。你比他可恨多了。
你爱我呀？你看我干嘛呀？没错啊，没爱哪来的恨呢？不过以你爱上我的速度呢，可以排到我以往女友的前。简佳明以为自己荒诞的玩笑可以转移崔玲玲的痛苦，却没想到他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让崔玲玲更加痛恨男人，恨到希望一脚踩死的地步。啊！你俩给我闭嘴！哎呀，你这自杀可以啊，谋杀可就另当别论了。告诉你，别让我再看见你！哎呦，右转，记着右转。嘿，真有性格。玲玲，怎么样？看见他了没有？他说什么呀？玲玲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那个没事，我进去睡会儿。玲玲，你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呀。没事儿。玲玲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你说出来，心里就能好受一些。我不难受，那个什么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有点累了。玲玲，你别这样，那什么，你想睡觉，我不吱声还不行吗？你睡你的，玲玲，你别这样，别。玲玲，你开门啊！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？玲玲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累了，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还看这个呢？不配，根本就不配的。是，他是有些配不上我。啊，你说他当时哭得跟个泪人似的。死乞白赖的拉着我，让我跟他结婚。我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？蹬鼻子上脸了你！我说的是你配不上人家。哎，你看多好的姑娘啊，如花似玉的，这妆化的也好，用我们地产界的行话，这叫精装修啊！哎，你慢点，口水都流下来了。我说你大爷，你是在这地产公司憋久了，你没见过人啊？我就是没见过。哎，你说这么漂亮的一大美人，竟然还有人不要？她老公就那副德行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肯定暴打她老公一顿，英雄救美。哎，那毕竟人家现在是合法夫妻，我不方便出手。哼，你是非要等到他们从夫妻变为熟人才肯出手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没戏，轮不着你。大爷，你说我这个拳头怎么开始痒了呢？哎，你先挠着，我先回屋睡了。真没戏了！疼不疼？是我眼里的希望，常常把它狠狠地变成绝望。我真的不勉强，我真的不勉强。如果你真的已找到幸福，就把我遗忘。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演戏，越华丽就越浪迹，散好散去，烂剧像风无言，含着泪叹息。将军姐，我从21岁跟你到现在快30岁了，你至少得让我知道你什么时候背叛我的，你是不是得给我的青春一个交代？年还青春，崔玲玲，你好好想想，咱俩在一起总共也就好了2年吧，然后我就出国了，背着我出国，在国外找到了我的真爱，简直。我跟你在一起努力奋斗多少年，我也得不到这些呀！我的青春我耗不起，我就是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现实主义的爱情。如果你真的已找到幸福，就把我遗忘。我不
感伤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太阳照常升起。崔玲玲，抛掉所有的痛苦，让一切从头开始吧。玲玲，玲玲，玲玲，开门！什么情况啊，玲玲？玲玲，你怎么把头发给剪了呀？哎呀，真好看！回头我也剪一个去。明白了，从头开始是吧？聪明。玲玲，你一晚上没睡觉啊？你找到江俊杰了吗？对啊，你想好你怎么办了没？哎，我是不是挺憔悴的？一点不像怨妇。哎，估计是昨儿晚上没睡好啊。你别打岔，到底怎么想的？要不我们帮你一起去找他。别找了，在别的女人家呢。什么？所以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离婚。啊，玲玲，你先别激动啊！你看，万一他跟那个女人是逢场作戏，对不对？万一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生呢？那万一哪那么多万一啊？欧阳，你傻不傻啊？逃婚都逃到别的女人家里去了，还万一呢？玲玲，离就离啊，我挺你。玲玲，你要真想好了，我就不劝你了。不过你一定要想清楚了，这事儿一旦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后悔？后悔都不是我崔爷。今天早上10点，民政局门口，谁不去谁孙子。宝贝儿，爱死你了！6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3条腿的男人遍地都是。好了好了，反正你俩心动也不合适，离就离呗。好，只要你能走出阴影，我就放心了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们都支持你。哎，是不是江俊杰给你回复的？啊，王朝阳求婚粉，什么跟什么？真不懂。我肯定是你的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好了，几位粉丝到此为止了，送您千里，终须一别的。玲玲，大家好聚好散，千万别吵起来哈！啊，需要约帅哥提前通知我一声，让江俊杰从此消失吧。我怎么发现你们比我还激动啊？好了，走了。
这大喜的日子，你怎么也不穿好看点儿啊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，什么事儿都能发微信说出来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不就甩个男人吗？我丢垃圾还怕别人看见呀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借这男的用一下。干什么？放开！慢点儿！哎呀，琳琳。行吧，别再演戏了啊！要说演戏，你才是影帝啊！这些年徘徊在2个不同的女人身边，扮演不同的角色。玲玲，我知道你昨天受委屈了，可是你还不明白我为什么跟她在一起吗？我怎么可能喜欢那个老女人呢？咱们俩的感情才是真的。哎，等我把她的财产转移到我的名下，我就带着你去环游世界，你想去哪咱就去哪。我说你这不要脸的样子，还真是有点陈世美的神韵啊！行了行了，咱就别闹了啊！先把这离婚证给领了，免得引起他的怀疑。哎，我一有时间我就去看你。2年，给我2年的时间，我保证让你过上比从前幸福100倍的日子。好了，别挑战我的忍耐极限了，行吗？玲玲，我知道昨天让你受委屈了，我会加倍补偿的。咱们在一起毕竟7年的时间了，怎么能说离就离呢？你真的能狠下心来做这个决定啊？哎呀，玲玲，我知道你是故意演给我看的，我也知道你这心里面不好受。哎呀，真的别闹了啊！我们还像从前一样，我偶尔会去看看你啊，我保证尽量不上那个老女人的床，行吗？太不要脸了！我当初怎么能瞎成这样看上你了呢？好，长话短说。第一，如果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算是耍流氓的话，你足够判终身监禁了。第二，我要感谢你，感谢你趁我青春还在的时候从我身边滚蛋，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和爱情，砍掉你这棵小树，重新回到大森林的怀抱。第三，你骗了我这么长时间，是不是应该大方点儿，净身出户啊？哎呀，这都什么烂东西啊！公司花这么多钱啊，这过2天客户马上就要看照片了，这期杂志马上就要登，你们就给我交这么个东西啊，我怎么跟人解释啊？唉，弄成这样，公司不光要赔钱，事情传出去，公司的声誉也要受到影响。不过郑总，您消消气，玲玲的婚礼发生意外也不是他能控制的，就是这么多钱都让他负责，您看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啊？他必须负责，我不管什么原因，我只要结果。现在的结果是啊，这事要传出去，哪个品牌服装敢跟咱们合作？郑总，对不起，这次的照片是我拍的，拍的不好跟玲玲没关系。你们这根本就是狼狈为奸啊！他就不该让你拍。不是，再说了，谁给他权利换摄影师啊？啊，郑总，您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那什么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这照片还没修呢，等修完图之后，这照片还行。再说了，他不是摄影师，这照片是我拍的。我戴眼镜这谁啊？鬼啊？是我自拍的。自拍？你还有这癖好呢？这滚，全滚！郑总再见。玲玲，玲玲，你怎么也不跟我们商量商量？你怎么说离就离了呢？你啊，不合适就离了呗。你说的轻巧，你可知道你这一离婚那就成二手的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没结过婚的就一定是1手吗？哪有当妈的这么说话？玲玲，你不小了，你不能那么任性了。当初我们对他还不太了解的时候，你非要结婚，现在同意结婚了，你又连招呼都不打就离了，
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爸妈，就实话跟您说了吧，他就是嫌咱们家家底儿不够厚，嫌您女儿我太年轻了，找了一个又老又有钱的女人。啊？他偷人了？嘿，这个小王八蛋哎！我从一开始我就不觉得他是个什么好东西。孩子，别难过啊！以后妈给你找个好的啊，妈给你找个有钱的。就咱们这个小区里边有好多那个开好车的呢，我明儿就跟那个居委会联系联系，让他给咱们找一个，只要他不嫌弃咱们离过婚就行了啊！行啊，妈，我呢以后也不想再找，我也不想再接了。我自己一个人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没男人我觉得挺好的。哎呀，别胡说，你这都是气话，不找哪行啊？你跟妈说你要找什么？哎呀，行了，妈，我饿了，您赶紧给我做吃的去吧。我想吃那什么红烧肉，爸，快，我想吃饭了，我饿了，我饿了。红烧肉，红烧肉，去吧，去吧啊！可以，去吧。四有万岁！为了你重返人间，又可以肆意的糟蹋社会性的，来走一个。就你懂我，哎，还有我呢！来，你怎么才来呀？4八3平啊？怎么了，欧阳？谁欺负你啦？该不会珍贵的初夜没了吧？切，你以为？不过都差不多。真的？那这男的是谁呀？我不是交了一男朋友吗？刚刚你给我发微信的时候，我俩在看电影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要先走了，他就送我到门口。可谁知道他要亲我，说这还剩这3个月，他就要剥夺我的初吻，太可耻了。欧阳，你说他3个月都没亲过你啊？怎么了？那我倒怀疑他有问题了，能忍3个月？你以为都是你啊？早上认识，中午吃饭，晚上滚床单，天天分手，那也不能3个月都不亲你啊！就是，你姐夫当初也没那么老实。我说傻丫头，你都24了，还是黄花大闺女呢？现在谁把这初吻当回事儿啊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人家要亲你，你怎么着啦？坚决不同意啊！果断分手啊！你们笑什么呀？我跟他本来也不大合适，我要找的是天蝎座 A 型血。欧阳，你活得也太悲催了吧！买东西看图片，找男朋友看星座，你完全活在虚拟的生活里啊！男人是有血有肉的，你不亲手去触碰，你永远也体会不到。改明姐给你发几个啊？用不着，别老跟我来劲，我这次来是为了庆祝玲玲的。说的对。今天呢，是我崔玲玲感情世界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，咱就约法3章啊。第一，此前的事儿就翻篇了，从今不再跟任何男人有感情上的纠葛。第二，我也绝对不会因此喜欢女人。第三呢，有什么帅哥型男想追我的尽管来，但是想谈恋爱想结婚的，请参照第1条。来，走一个，走一个。怎么了，兰姐？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活得这么精彩，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。我啊，老人家只能跟邓国强在一起过日子了。姐夫多好呀，靠谱男人。我要是遇上这样的，我绝对知足了。你喜欢？发给你啊。那姐夫可高兴了，换了个年轻的。切，你还当真啊？其实啊，我跟玲玲是一样的，就交过那么一个，然后稀里糊涂就结婚了。那个时候哪知道什么是爱情啊？结了婚，尤其是有了瑶瑶以后，每天上班下班做饭，哎呦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保姆加厨子。可就这样，我的婆婆还是挑三拣四的。那邓国强呢？他更是3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，每天开车回到家里，说不上2句话，倒头就睡了，一点沟通都没有。哎，我又不是动物，总要有一些精神世界吧。你这不是想学我吧？我跟你说，咱俩可不一样，我这是遇上负心汉了。我巴不得他现在变成负心汉呢。姐，要不要我帮姐夫变成负心汉啊？那你要不要我泼在你脸上给你降降温呀？切，好了，别闹了。咱说说你吧，你之前那老男人怎么样了？哎，
那都是过客，拿来消费消费的。他那么老，我怎么对他动真心啊？再说了，后来我发现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钱，能把我收了的男人呢，一定是有钱、有型、有气场，三位一体。好，就冲你三位一体，干了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别跟着我！谢谢。不客气。你这自杀可以啊，谋杀可就另当别论了。呜！告诉你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真是人生无处不相逢啊！我还以为得下辈子才能再见着你呢。哎，那天你往哪边拐的呀？还是说火车停用啊？怎么意思？盼着出事儿是不是？你给我买巨额保险了？是想买，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，身份证号也没有，咱留一个吧。崔玲玲，身份证号码5个110。5个1，哎，我这数学不太好，1101年生的，您赶上千年老妖了。要真是这样，我就第一个把你带走。那别等着了，就现在就把我收了得了。这扫大街的都睡了。我这是环保，你可以循环使用，就跟这纸似的，这扔地上了还能捡起来擦擦脸。这么靓丽一姑娘，怎么随便乱扔纸巾，多影响形象。那就是不环保了，不环保没法带你走。就这么走啊？赏你的。不隔音？那然后呢？真的不隔音。哎，就他在客厅里走动吧，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你说我们还怎么那什么呀？那怎么办啊？忍着呗。什么忍着？回家看片学习去。聊什么聊那么私密呀？还看片学习呢？你知道吗，玲玲？刚刚兰姐说，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，她也扛不住了，也要离婚呢。哎，也就那么一说。不过啊，我要重新想办法，找找感觉才是真的。那就先喝酒，再找感觉。来，喝酒，来，干杯！为了我跟你姐夫能够有 N 多爱，可以重来，干杯！那祝我早日找到一个天蝎座 A 群血、属猪土命的真命天子。那祝我下一个男人就是那个有钱有型有气场三位一体的终极目标，我就跟这个人有钱终成眷属。祝我永远不受感情困扰，远离爱情，珍爱生命，拒绝伤害。好，来，心想事成，来了！看什么呀？接着聊啊！刚才不是聊得挺高兴的吗？怎么都不说话了呀？哟，崔总监，今儿这墨镜挺好看的，什么牌子呀？你要是喜欢啊，赶明儿送你一个。不必了。不就想看看我眼睛肿不肿吗？这是喜糖，给大家分了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吃过了，挺好吃的哈。这是离婚的，味道不一样的。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，照着上面的数赔钱就行了。请等一下，邵总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再给我2天时间，一定按照您的要求重新再拍一次。2天
但这一期杂志应该还是来得及的。这次还是你做模特吗？不是，这一次我找专业的模特。上次是因为你的类型、气质跟我们的婚纱品牌比较吻合，所以才让你来拍的。这一次我专心做监制，保证拍摄顺利。那好，但你要找一个类型、气质跟你差不多的模特。您放心，肯定让您满意。那我就再给你们2天时间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我送送你。不用了啊。重拍？你说重拍就重拍啊？上次你结婚的公司预算都花差不多了，哪还有钱重拍啊？就是啊，郑总，公司总不能为了一个项目重复投资、重复劳动吧？重复投资就不必了。我上次是自己的责任，所以这次我自己掏钱，不让公司蒙受损失。至于重复劳动，我自己花钱自己雇人，就不劳你大家了。当然了。我是非常不愿意让你自己来出这个钱啊，但是呢，你放心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你现在设想的很好，万一拍的不行怎么办呢？这是我的项目，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？我是怕你经历事儿多了，已经变得不客观了。你说呢，郑总？这样吧，这个项目呢，你们2个人负责啊，你多个帮手来帮你出出主意。郑总，就这么定了，好吧？行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哎呀，你也是，你跟他较什么劲呐？他干他的工作，又不影响咱们什么。是吗？工作多了，你们可少不了亲密接触啊。啊，你是怕他惦记上我，是不是？我是怕你惦记他。那不可能，我的眼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这牌都是新款吗？嗯，是的。都拿进去试试。不急，见见试嘛。先拿进去。哎，小姐，哎，你这店里有 WiFi 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没有。先生，其实你女朋友的身材比较适合这款。行，一会儿让她也试试。我们店里衣服的款式都没有问题，主要是要看如何搭配客人的身材。不错，还真是不错啊。简佳明或许从未想过，他喜爱贫嘴的性格会给他带来接连不断的麻烦，而周采儿也一定不会知道，他的这次搭讪只会带来无尽的伤害。你自己觉得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啊？像我这样的身材，一般的衣服我都通吃。女人穿衣服不就是给男人看的吗？对，哪一款比较好，很容易就分辨得出来。就要看你的口味跟需求啦。就好像男人选车一样，比如说外面那辆就是你的吧？对，越野。哎，有时候我也骑自行车。爱生活，爱冒险，喜欢刺激。懂我。亲爱的，现在怎么样？好点儿。那你你试这件带毛的，对，这件，这还可以啊。这样啊，以后你们这店里要来什么新款啊，直接跟我联系。那我这样跟您联系会不会不方便啊？方便啊，当然方便了。做生意嘛，就要以人为本啊。以人为本。懂我。你还真打算重做呀？那得花多少钱啊？尽量省着点呗。反正整个的工作团队，摄影师啊、化妆师啊，我都不想用太贵的。那模特呢？我来找。
没密码。哎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晶晶，忙着呢吗？啊，没有，你说。是这样，我要拍一个婚纱内页，你能不能过来帮个忙啊？好啊。哎，那个男模你找了吗？现在还没想好呢。哎，你那儿有合适的吗？有。哎，我这刚好有个特棒的。哎呀，这次是我自己掏钱，你别给我找太贵的啊。没问题。那个，我跟经纪公司说一声，好吧？你到时候就给我那份钱，男模我算给你搭的，行吧？够意思。那你把他资料发给我吧。啊，那个，他刚来我们公司，还没做资料呢。哎，但是你放心啊，真的特帅。那行，那就拜托你了。晚上我再把具体安排发过去给你啊。谢谢您光临。有新款的话，我会及时通知您的。OK， 以人为本嘛。以人为本。好嘞，拜拜。搞定。亲爱的，我一会儿跟你说个好玩的事儿。行。好，走吧。走。慢走。好嘞。走了，快点。睡觉吧。你给我起来！邓国强，咱俩现在已经结婚7年了，人家说7年之痒，你倒好，连痒都没了，直接就是麻木。那人家还说，爱情到了最后都变成亲情了。谁说的？那照样有满头白发，恩恩爱爱的。那咱俩现在恩爱一下？什么呀？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。哎呀，要不你重新追我一次吧。你以后少看点韩剧吧你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哎，要不你说咱俩办个假离婚怎么样？你胡闹什么呀你？你是不是看玲玲离了婚你心痒痒了？假的，又不是让你真的跟我去离婚。假离婚。你说咱俩结婚之前，原本只是李兰一句荒唐的玩笑，认识没多久，但她绝对不会想到，这个错只是刚刚开始。你就当重新追我一次，让我也找找恋爱的感觉嘛。来了。喂，你给我出去！谁让你进来的？哎呀，谁让我进来了？我家我还怎么不能来了？我告诉你，还少在这给我耍无赖！你了解我的性格，耍无赖没有好下场的。你想怎么样？打我？我打完你，我还告诉警察你夜闯民宅。你告啊！这户主是我的名字，你看警察来怎么说？你大爷净身出户的，你别这么无耻！干什么呀？哎呀，玲玲，不是你真是……你别过来啊！你再过来试试。你不会的啊！加酒！哎呦！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窝在地上就像一坨鼻涕，我看着我都恶心。玲玲，我想你啊！我每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，我整晚的想你。我知道你瞧不起我，可是你了解我的情况，你怎么就不能原谅我呢？我从小到大没爸没妈的，我一个人从孤儿院长到17岁，我出门打工，我攒点钱容易吗？我让自己上大学，我是苦怕了，我没有安全感，玲玲。直到遇上你，你对我好，你爱我，是你让我觉得我不是没人要的人，我也不是一个被全世界抛弃的人。这可是你也没钱呢，你说咱俩都没钱，怎么过日子啊？所以一遇上贾平，他追求我，我立刻就答应了。但是我发誓，我这心里面想的是，我把他的钱弄过来，我带你去过好日子。让我去带你过好日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过来我就打电话了，我打电话给贾平。哎，我走。玲玲，你真不该这么绝情，你怎么一点不念旧啊？其实我了解你，你也是强撑着，你说你何苦这么为难自己呢？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你做我的情人好不好？啊？好。哎，行，我走。现在就给我滚！不是你，看点你！哎，赶紧给我滚！行，玲玲，这样以后你生活上有什么难处，你尽管找我，你就给我说。哎，玲玲。
怎么又是他呀？你又不让我找贵的吗？没人比他贱啊。光贱不行啊。这次的拍照风格还跟上次一样，没变啊，没问题。还拍你啊？不是，找了专业的模特。哦。晶晶什么时候到啊？好，来了。哟，人生无处不相逢啊！哎，你不是上回那运动服吗？你不是那小帽衫吗？你不认识啊？何止认识，人还给过我小费呢。你别听他瞎说啊，我们就见过一次。哦，对了，那男模呢？他，我男朋友。哎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光帅不行啊，得会摆呀。你放心吧啊，跟我拍他绝对没问题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也找不到人啊，不是吗？不是，你们要觉得不合适啊，赶紧找人，我无所谓拍不拍啊，我就来打酱油的。行，赶紧换衣服吧。来吧。哎啊！不是，我说你不地道啊！上回你连等都不等我，你就走了。哎，能怪我吗？我不扛他呢吗？这回今儿拍完我烧你啊！去哪儿我都烧你。哪儿换衣服啊？嘘。啊，哎，来。今天是我生命当中的第一次婚礼，也会是最后一次。你好好看看这房子啊，看看这车子，崔玲玲，我跟你在一起努力奋斗多少年，我也得不到这些啊！我的青春我耗不起。这老公，哎，别，你冷静。开我！哎呀，你说你干嘛呀？你至于这么想不开吗？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你这个大好的年纪，为了一男人你就想自杀，你值得吗？不是，谁说我要自杀了？你吃豆腐还找借口，装什么好人啊？哎，演戏装。说什么呢？我说你装，你爱装。我装什么了？你装坚强，装潇洒，男人跑了你装无所谓，照片拍砸了你自己装有钱，你花钱重新再拍回来。我装什么有钱了？你自己说，这场景布置的叫什么？比上次那差距有多大，你比谁都清楚。我告诉你，玲玲，你就是啊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你看着挺聪明的，其实你根本没活明白。你信不信？你再说一句，我打你！你打！你现在就打！快来！哟，嘿，这谁呀？这是啊，真是你啊！那边嚷嚷说有人自杀，我还说谁呢？不是你这好事你不跟我说一声？赶紧去会计那儿领钱走人，这没你什么事儿。那么冷血呢？刚合作完，翻脸就不认人。我认识你是谁啊？你嚷嚷干嘛？你前几天晚上不还想跟我一块走呢吗？别跟这儿抖贫，欺负女的算什么本事啊？你要干嘛？还要动我啊？我早看你不顺眼了，我……等，和谐社会，这有话好好说。你说个……对不起啊，你们俩不丢人啊？我扯个洋扇，这有什么丢人的呀？结果呢？这两败俱伤了呗。王朝阳，咱俩本来就没什么交集，拍完照片也就两清了。
以后我的事你少管。不是我没招你啊，你数了谁呢？觉得自己特了解我是吗？那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吧？我是不是让我都说中了？你说你疼不疼？疼，我肚子疼。啊，吃坏了？你这种人就像大姨妈，女人遇到你都会肚子疼。那要是万一你哪个月你见不到我，你是不是心里得七上八下呀？哎，怎么样才能让你闭上你这臭嘴呢？那喝酒去，哎，喝多了就忘了。咱人不对，喝不醉。人不对，酒没错，一醉解千愁。1、2、3，我赢了，快点！2只小蜜蜂啊，化成钟啊，飞呀，飞呀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哎呀，怎么哭了呀？啊？谁说我哭了？崔爷是谁啊？啊，我唱一个破歌我就哭了。我告诉你，谁哭谁是猪。对，就是谁哭谁是猪。乖乖乖，不哭啊！你说你哭什么呢？那挺好的嘛。我跟你说啊，就冲你这么仗义，咱们俩做一生一世的好姐妹，就这么定了。哎呀，安全着陆啊！哎呀，行，你睡吧，我走了。姐，你慢点啊。早睡早起，身体好啊。我衣服。哎呦。我怎么穿着你的衣服呀？哎，我说怎么昨天晚上这么冷呢？不是你给我起来！哎，你干嘛呀？咱们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？哎，咱们俩没有啊？这不都穿着衣服呢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你从这门出去以后，我们俩的事一句都不许说，知道吧？不然我解释都解释不清楚。哎呀，又没发生什么你值得炫耀的事实，我才懒得说呢。行，赶紧走吧，走吧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你那边。哦，这么多门呢。哎呦！我去，这么劲爆！这算是对陈世美的报复吗？公司惊现劈腿剪转。我是有消息给你汇报，好消息。我的是坏消息。先听我说啊，
我觉得我已经找到我的终极目标，绝对3位一体，而且我还特意人肉了一下，除了以前有很多女朋友之外，没有任何不良记录。有很多女朋友还是好消息。哎，你这口味可真够重的啊！招人喜欢又不是他的错，就算他3岁开始就没有单身过，那也不能怪他，那说明他有魅力。真不好意思，我从3岁起就没单身过。怎么连你也这么说呀？干嘛用也啊？啊，没事儿，你接着说。你根本就想象不到，那个人就是我们常去那家餐厅的老板。你说这是不是冥冥之中注定的？那就祝你烈焰成功。你还是说你吧，什么坏消息啊？唉，这是怎么了？什么坏消息啊？我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我跟一不是很熟的男人睡在一起。这是好消息啊！关键是什么都没发生。哦，那这是坏消息。不是，我不是想说这个，我是怕万一被谁看见传到公司，指不定被杜撰成什么样呢。你说我现在已经够倒霉的了，我真的不能再发生任何事情了。还有万一人家误会我喜欢人家，这可怎么办呀？那这男人是谁啊？我认识吗？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罪孽！不应该呀！这早上起来，我俩这衣服穿的都好好的。我说的就是这个。你说那么漂亮一个美女都睡在一起了，竟然什么都没发生，你不罪孽吗你？哎呦我去！哎呀，邱大海呀，你可能觉得这么做很伟大，但人姑娘并不一定这么想。万一人觉得你没男子汉气概呢？啊？哎，对啊。哎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哎，我还真想起来了，他昨天晚上喊了我一晚上姐妹，歇菜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但凡你给女人留下这么个女男女气的印象，那以后你就彻底没戏了呀！哎呦，你本来想借点酒把人给拿下，结果自己喝多了不行了。王朝阳，你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酒量不行，悲哀。不是大海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怎么不着急？你有病我就有药。我把值班表贴布告栏上了，自己看看吧，有惊喜哦。这么火爆，他不是刚离婚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不是那个摄影师王朝阳吗？你没看微博啊？期间制早发出来了。朝阳琳琳，彩儿约晚上吃饭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你刚见他怎么跟我说呀？那就是兰姐，我说错了。他们看什么呢？没什么呀，没什么可看。哎呀，我眼睛好痛啊！亲爱的，快帮我吃。谁干的？你说呢？崔玲玲，你过来一下。您找我？啊，坐吧。你这脸色不太好啊。我这出名太快了，还来不及反应呢，现在还心跳加速。你也知道你出名了。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呀？他已经把你和王朝阳的事跟我说了。我跟王朝阳，我什么事都没有。本来啊，我是不想让他贴的，但他说这事关公司的纪律，就得杀一儆百。他这是栽赃。算了，我也没必要解释什么。郑总，我工作上没做错事儿，生活上其他管不着。你啊，不要总是冲着别人发脾气啊，还是要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啊。我对你一直是关爱有加，一心要提拔你，你这么做是很伤我的心。我就想不明白，你怎么就会喜欢上那个什么王朝阳了呢？郑总，我感谢您的赏识，这么多年我一直特别努力的工作，我希望用工作的业绩来回报你。当然，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。有些方面我确实是不如其呢，但工作上我就是比他强。哎，我现在先忙去了。
还有啊，强与不强，应该是我说的。哎，玲玲，你看，嗨，把微博给我删了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我跟王朝阳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赶紧给我删了。这是你们的事儿。你看看这微博评论写什么了吗？删了。给我删！怎么了？当着那么多同事的面儿，你要打我是不是？你干嘛处处针对我呀？你当初不也一直针对我？我那是因为工作。我也是为了工作。秦娜，我对你不错。有吗？我明白了，怕我跟你抢郑总是吧？说的好听，那他出差为什么总带着你？我早看出来他对你有意思。你呢，是明着跟他保持距离，背地里不一定怎么勾搭呢。我对老男人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对王长安这样的就有兴趣。我懒得跟你解释。郑总呢，我不会跟你抢，微博删不删也随你。但是如果你存心找茬的话，我奉陪到底。好啊。你还真闹个没完了。就算是假的，你也得差不多吧？哎，我们俩又不是真的去领离婚证，就是找个律师签个协议嘛。你既然是假的，还签什么协议呀？你就当咱们俩离婚了，不就完了吗？那可不行，你得装得像一点儿。我可以装得像一点啊。你装的不像。哎，这就是一个形式，你知道吧？找感觉，你连个形式都不愿意走一下，你有什么感觉呀？你不就是想找浪漫的感觉吗？啊！你可你见谁家玩浪漫，你签离婚协议书的？你知道什么叫浪漫吗？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浪漫就是一点一点的累积。哎，你要是不走这个形式，它就不够浪漫。我怎么跟你说呢？哎，就好像如果你去菜市场买菜，回来的时候呢，你能顺便捎一支玫瑰花回来，这都算浪漫。哟，著名摄影师来了啊！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来，我拿点。摄影师好啊，摄影师好啊。我。当当当当，当你个头啊！你来干什么？啊，那天你不是喝大了吗？我来探望探望你。你缺心眼儿啊？不缺。缺大发了。你不知道你从我房间走出来的照片被贴到公司公告栏上了？那又怎么样啊？本来就已经不清不楚的了，你还当着全公司的面把这花送过来，怎么着？火上浇油啊？哎，不是，那我从你房间走出来，能说明什么呀？再说了，那解释不清楚就不解释了呗。谁愿意跟你不清不楚啊？以后别来了啊！哎，那不行，那郑总说了，说这单活我做得好，那以后还长期录用我呢。你能不能别跟个狗皮膏药似的啊？赶都赶不走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看我本来我是来向你赔礼道歉的，那你这么说，出去！不是你就这么烦我啊？是，不送花还好点儿。求大海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没有，那个花送给你。那我把这放这儿了啊。哎，那我走了啊！哎，再见，王朝阳啊！喂。
别，我说不清楚。你给我赶紧走！走！我说你怎么老给琳琳添麻烦呀？这也算麻烦？我送花给她丢人了。现在公司所有人都以为那天晚上你俩住一起了，你知道吗？人言可畏。怕什么呀？哎，他心里坦荡荡，他还怕别人说闲话。我跟你说，崔玲玲就是活得太累了，老在意别人背后怎么看她。哎，你说他心里没鬼，他怕我给他送花的。哦，他这么做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？切，就你没睡醒呢吧？哎，你什么星座啊？天蝎。啊？血型呢？热血。啊不，血型。哎。啊？你单身吗？已婚。啊？不是吧？我婚纱照不是你拍的吗？啊，那就单身。那我要不单身，我给人送什么花儿啊？我，可惜了，我这一腔 A 型热血，在别人眼里成麻烦了。干嘛？这被人点穴了？哼，死穴。哎呀，我也受内伤了。行吧，你玫瑰花给你了。那我走了。这可以拿吗？拿，全拿走。如此的巧合让欧阳心花怒放，可他只猜到了幸福的开始，却想不到故事的结局。你尽快把你那个餐厅给关了，然后把它给卖了。我之所以自己开餐厅，就是想自己创业，成不成的，哎，我自己负责任。所以说，餐厅我肯定不卖啊，分店我一定要开。您要非卖的话呢，哎也行，您把您那钢铁厂卖了啊，然后我热烈欢迎您入股我们餐厅。就你那个破餐厅，谁要啊？还入股？哎，您可别小看我这小破餐厅，我告诉你，说不定几年之后那就成全聚德了呢。你想吧你，我想，不想，手机响了。我们店里到了一些新款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行啊，我有空就过去啊。有样本，你可以先看看。挺漂亮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这么高兴，又是哪家姑娘那么有福气，让我儿子看上了？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哪儿跟哪儿啊？我服装店的售后服务。你就乱勾搭呗你。我勾搭什么了？我就勾搭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出去一趟。坐好，我话还没说完。行，我歇着恭听。那个刘叔那女儿你还记得吗？刘蕾蕾啊，记得，小鸟依人，脾气巨大啊。这国外念书啊，马上毕业了，最近就要回来了。这我看你在外面教的这些女孩，一个比一个野啊！你再这么教下去，你的心也野了。你到底还想不想结婚？再野的也野不过刘蕾蕾。我不管那么多哈，这个，你现在把外面那些女孩通通都给我断了。等刘蕾蕾回来之后呢，你就跟她好好相处。我相信你们都是从国外回来，一定谈得到一块儿。要是将来能够结婚呢，咱家和刘家的家底，这么加起来，我就不用为你们操心了。哎呦，这听着是挺诱人的。这蕾蕾吧，长得也还行。但说心里话，我对您这种商业联姻实在是不感兴趣，抱歉。哎，您讲完了吗？讲完我走了啊。妈啊，饭不吃了啊。哎，吃完饭再走啊？不行，我得出去野野。没听爸说吗？再不野，过2年就野不了了。
混蛋！谢谢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是想看看我之前拍那套照片。哎，你什么星座呀？射手。怎么了？没啥。哎，你们那儿那女的叫什么玲玲来的？崔玲玲。啊。哎，她是不是跟你们那摄影师有一腿？没有的事儿，你别瞎说。哟，这不是以人为本吗？没什么。我是说这世界可真小啊。欧阳，你这照片，谁让你给他看的？拿着。作为一个时尚界的新人，我是不是得对自己的形象负责任呢？要照你这么拍，这不是断我后路吗？你这是自寻死路。你当初求我拍照片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了？哎，你拍就拍吧，你倒是把我这么好的一个模特，你拍完美了呀。你作为一个项目监制，你有点审美好不好？再说那场景用的那么简陋，这是场景的问题吗？主要是人。人怎么了？相由心生，你没听说过啊？人长得阴险，怎么拍都不会好看。欧阳，拿着电脑来我办公室。哎呦，整个一女魔头啊，不是？谢小姐，你们郑总可真有眼福啊！你和崔玲玲这两个项目监制，一个比一个漂亮。什么时候齐小姐来我们公司啊？我给你现在双倍的工资。那我先谢谢您了，先干为敬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了，崔玲玲为您新拍的那套婚纱照，我看到了。怎么样？我觉得您会失望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还不相信我的眼光吗？他租了一个巨大的场地，花了不少钱，可是一个亲友都没有。您不觉得照片看起来很冷清吗？是有点。这是我为您全新设计的一套婚纱照，场面不大，但是很温馨。最重要是很符合您的理念。相比他那些空洞的场面，是不是亲切、拉近距离更重要？是啊，距离很重要。那我就当做您采纳我这一套了。但是您千万不能告诉别人，照片是我给您的。没问题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公司两个项目监制，为什么非要斗得这么厉害啊？因为副总只能有一个，未来的郑总夫人也只能有一个。这就是你们拍的照片啊？人客户怎么说的？要亲切，要亲切。你们好啊，找俩模特随便找个地儿就给我拍了。氛围呢？氛围哪儿去了？这么冷清，你结个屁婚啊？我跟客户说过我的拍摄方案，他是认可的，怎么能说变就变了呢？我不管啊，我就要结果。现在的结果是客户对你们拍的照片不满意。还好人家通情达理啊，人家自己找人又拍了一套，还是答应在我们杂志做广告。亏了人家齐娜了啊，跟客户好说歹说。要不我不但挣不着这个钱，我还得往里赔钱。郑总，您听我解释。我不听你解释，你是项目负责人，这个事儿就是你来负责。郑总，拍摄的时候我也在场，这项目虽然不是我的，但是我没有及时提醒他，我也有责任。你甭帮他说好话啊！规定就是谁的项目谁负责。不是郑总，那个我想问一下，咱们杂志社谁是主编啊？我怎么了？那就对了呀，那你这么多项目应该报到您这儿审核的呀，对吧？那这玲玲这项目，这前后的事儿，您应该比谁都清楚。那玲玲这个方案，那您应该是没好好把关吧？都让我一个人做，那要这些项目监制干什么啊？我一个人管得了那么多事儿吗？那您不管谁管？
您作为老板，您不把关哦，出了问题全推给下属，您这有点推卸责任啊。哎，我才反应过来啊，这里有你什么事啊？你有什么权利发言啊？不是，是这样啊，那个郑总，您不是答应我跟咱们杂志社长期合作吗？我作为咱们杂志社的一员哈，我一家人也不说两家话，我这也是为咱们杂志社好。我当初说的是，如果你做好了，才把你留下来。如果，明白吗？哦，现在没如果了，你给我出去。是，那我走可以。那个不是您这有点太不民主。出去。行，我走可以。郑总，早晚有一天您能明白啊，谁是替您做事儿的，谁是坏您事儿的。说什么呢，王朝阳？你别在这儿影射欧阳啊！我怎么了？没你事儿，欧阳。怎么回事？郑总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什么都不清楚，我现在唯一清楚的就是我让你出去 ，get out， 英语懂不懂？出去。哦。这个人以后永远不许再用。崔玲玲，你也是啊，你得好好反省反省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降半格，啊，以后先给这齐娜当一段助手。王朝阳啊！哎，我不习惯吻别啊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呢？那怎么都是过一辈子，笑着面对呗。不好意思啊。说什么呢？见外了啊。说的也是，我们不是好姐妹吗？没错，好姐妹，一辈子。哎，我就从这儿走了，以后就彻底没人帮你了。哎，我想跟你说，以后你遇这事儿想一想，你说你这么漂亮一大姑娘，你随随便便装可怜，乌泱一堆的男人过来帮你，干嘛什么事都非得自己扛啊？行了，这是拍片的钱。哎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拿着。那好姐妹不提钱啊。哎呀，一码归一码，拿着。下回再拍什么片，我让欧阳找你啊。哎，忘了，除非是拍你，别的活我一般不接了。谢了啊。其实我想留，其实不想走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啦嘞啦啦啦啦。哎，朝阳，你从此就和你的女神擦身而过了？那也未必。我跟你讲，地球是圆的。我们俩走着走着，兴许未来有一天走了一圈，我们俩又见面了。哎，你怎么就那么喜欢他呀？没办法呀，一见钟情。你知道吗？他穿上婚纱那个样子，哎呀，哥们儿当时就被秒杀了。那你不是还是看的姿色吗？去，你都不懂。喂，郑总。你给齐娜和我订2张明天飞香港的机票。这好像应该是助理做的事情吧？他睡觉了。你现在不是齐娜助手吗？你就辛苦一下啊。对了，那个什么，顺便给他买些吃的，飞机上午餐他吃不惯。你又有什么事儿啊？玲玲，你得帮帮我。什么事儿说？哎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把以前使在男人的招全部都使在他身上了，可是一点用都不管。以前吧，我跟他聊天，他还理我。后来我给他发性感照片，他就不回我了。这照片发的也挺好的呀，也不知道哪儿出错了。小姐，您那是用力过猛了。哇塞，我以前比这用力还猛，好吧？哎呀，玲玲，你帮帮我吧，我这次一定得把他拿下，绝对不能错过。你就应该收着点儿，
这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绝对不能让他得到你。一旦他得逞，你就开始贬值。反正我跟你说啊，你一定要克制自己的冲动，不能让他占着便宜。说的容易，冲动起来哪那么容易克制啊？你要是控制不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别到时候人家把你甩了，哭哭啼啼来找我啊！行吧，行吧，先这样吧，我挂了啊。喂，郑总，您还没把您跟齐娜的身份证号码告诉我呢。哎，好嘞。喂吧，啊，这点还没睡呢，我坏了，怎么了？我爸要来了，来呗，我还正好没见过叔叔呢。我爸那坏脾气，那就你这张嘴，指不定哪句话说错了，就换来一皮开肉绽。我对付老年人专门有一套，你就放心吧你啊。哎，叔叔干什么的呀？我没跟你说过，我没问过你啊。嘿，想当年我们家那可是3代都是裁缝。哎，我爷爷的师傅那在大清朝给8王千岁做过朝服。我爸得了我爷爷的真传，那在我们老家服装厂那也是头把交椅。祖传3代，你别告诉我你也是裁缝。我可没跟你说过，哥们儿穿针引线那也是一把好手。哎呦，东方不败呀！去，我没练过那个。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，我心甘情愿我就做一裁缝吗？我从小就喜欢拍照片，所以我决定从我这一代起要改良我们家的专业。大师啊，我觉得咱还是先把屋里拾掇拾掇，省得老爷子来了找你开骂。对啊，那你去吧。哎，怎么就我去？那是你爸。那你是不是住这屋啊？我去，我这辈子栽你手里了。这个我不是。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没关系。哎，彩儿啊，那什么，照片我都看了。那你喜欢吗？我说的是衣服，你喜欢吗？说心里话，新款比老款强多了。那你可以过来试试新款呀。会的，但现在问题是这样的，我女朋友穿了老款之后，越看越难看啊，非常的生气，现在闹着跟我分手。你说这些服装都是你推荐给我的，现在问题出在这儿了，那这人情你该怎么还我呀？你女朋友就是上次你带来的那个？对呀，她要跟你分手。是啊，那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。此话怎讲？她觉得衣服不适合，那不是衣服的问题。如果换成是我穿，那效果肯定不一样。哎，你看我说到哪儿去了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女朋友连合适的衣服都不好找的话，那还不如换了呢。哦，那照你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你是吧？那必须的。但你准备怎么谢我呀？那这样吧，我请你吃饭。就今天晚上，你把你所有朋友都叫上，好吧？我隆重的感谢你。这么隆重啊？那看来我必须得大吃你一顿，要不然多不给你面子呀。OK， 我下了班直接过去。恭候光临。姐妹们，集结号吹响，今天晚上8点，老地方见，所有人必须到场。我要向你们隆重介绍一下我的白马王子。
行，怎么样？太漂亮了！嘿嘿嘿，我跟您讲啊，这个地方是咱们市区比较贵的餐馆，高消费的店。那不浪费吗？咱们换个地方。别，你听我说，这公司能报销，咱们回头开个发票就行啊。这是我们公司定点食堂，我们老跟这儿吃。哎，服务员，来，欢迎光临，给找个地儿。先生这边请。哇齐啊！哟，你们仨够齐的。你这把白马王子藏哪儿了呀？王子当然要隆重登场啦。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，还有可能啊是唐僧。唐僧在取经的路上吧？唐僧肉不错啊，吃了可以长生不老。当然，咱把它给吃了。你不会真那么矬吧？老板的唐僧可帅了，正好配这个白骨精。随便你们怎么说。一会儿啊，给你们个惊喜。看看这菜单。哎，好。爸，这桌布也太次了呀！哎呀，咱不看这个，您看看菜单啊，这一看就是机器绣的。哎呦喂，您看看菜谱，想吃什么点什么，今儿我请客。你先看着啊，我先去上个洗手间。哎，你去吧，你别管我。哎，先生，洗手间在楼上。这老地儿是吧？我常来忘了。知道吧？太宝贝了！再讲，欧阳讲。你们都在呢。彩儿，你说的不会就是这位吧？哎，是我。什么事儿？哎，你也喜欢来这吃饭啊？这地儿我常来，我外面有一朋友是吧？幸亏我今儿订了一最大的包间哈。嘿，你说这局。谁都碰得见。你又想说人生何处不相逢是吧？这是唐僧。哎，我当猪八戒也行。什么情况？你们都认识呀？他是我们上期婚纱大片的模特啊。那照片是我拍的。那个几位美女能够光临小店来，这杯酒呢？我先干为敬，大家一起吧，来走一个。等，你这破餐馆是你开的？对，稍微有点破。哎，几位美女啊，既然来了，尝尝菜品，然后呢，多提宝贵意见。菜不错，特好，好吃。我也觉得挺好吃的，装修也不错。哎，是不是你这里排风不太好？坐时间长了，我觉得有一点闷。我是觉得吧，这屋子里香水味儿太浓了。你是不是经常拿这个屋子招待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呢？我怎么觉得不是香水味儿，是醋味儿呢？哎呦喂，还是崔总监的鼻子灵哈。那您再多提几条，没意见，没什么意见，那可是最大的意见啊！哎，我上次照那套照片什么时候登杂志啊？我爸妈还等着提前看结婚照呢。你要照片啊？你找我要，我那儿有。不是要照片，我杂志这性质不一样。就要照片吗？我给你不就行了吗？不是崔总，这能不能看得到啊？照片是看不着了。为什么？项目被毙了，杂志不让登。那这事儿咱们得聊聊了，是吧？那个，合着我上次就白去了是吗？照相还得这那的，还得抱着个人活人来回摆姿势啊，最后照片也登不了杂志。那到这地步，那这顿饭是不是得你请啊？行，这顿我请，算给简总赔礼道歉。玲玲，人家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别当真哈。没事儿，不就一顿饭吗？早知道你请，那我点点便宜的了。75、90、120，你们这菜也太贵了。哎，
这1块钱的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米饭。先来碗米饭吧。还有吗？不够我再要啊！快点吧，快点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大家别不说话呀，来，喝一杯，来。哎，别老张罗了，人崔总挣钱也不容易，给人省点。千万别敞开了喝。行啊，刘儿再拿一瓶。你们俩还真较上劲儿了哈！哎呦，哪能呢？我跟崔总那碰见知己了，想多聊聊是吧？你不是想问我对餐厅的意见吗？我洗耳恭听。我觉得你这个餐厅应该改个名字，叫土掉渣儿。你这里的装修像80年代的夜总会，服务员穿的像2人转演员，这菜谱包装的像小学课本。再说说这菜吧，我觉得这盘虾你虾线都没挑掉，凭什么要那么贵啊？还有那一盘青菜里放了半盘的油，看着都恶心。你们家的原材料是厂家白送的，还是用的地沟油啊？如果你不懂得核算成本，愿意赔钱呢，是你的事情。但是你不懂健康饮食损害消费者的利益，这个责任简总，您赔不起。这贯口说的，这不亚于专业水平啊！而且崔总，那你提这意见太中肯了，这不是每个顾客都能这么提意见的。哎呀，我这是说心里话，我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来，这杯酒我得敬你。来，别，等会儿，我替他喝。我凭什么跟你喝呀？你凭什么跟他喝呀？人家会贯口，我会喝酒。来，我敬你。不敢了吧？不就是一杯酒吗？瞅着陪你。来，我敬你3个。服务员，哎，来，先生，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？我问你啊，咱们这个地方白开水要钱吗？我们这里开水是免费的。太好了，来一杯白开水啊！好的，请稍等。哎，顺便啊，把我这半碗米饭给打包了。哦，我们这里打包盒是1块钱一个。那不用麻烦你了。好的。白开水快点啊！崔总啊，崔总监，我跟你说啊，崔总监，你呀，赶紧离开杂志社，你去曲坛，我跟你说，立马你火，你知道吗？真亏了你。来，走一个。哎，喝醉了离我远点儿。我喝再多，你今儿晚上也没跟我干一个是吧？咱俩得单喝一个吧，单碰。你喝什么呀？今天是为了感谢彩儿，你跟他喝去。来喝，来，大家一起，咱走着。别喝，喝果汁，再喝就得吐了。这不能，玲请的酒，我哪舍得吐？对，不能吐。服务员买单。哎，你还真买单啊？我说了，我买就我买，怎么了？哎，服务员，给我打包，能打包的都打包。彩儿，要你说的人是他，那你眼睛得擦亮了。这个唐僧肉可不是那么好吃的。走吧。我跟你说，朝阳，你怎么了？你干嘛？我干嘛？我是他爹。来了！哎呦，怎么喝这么多？慢点！哎呀，大叔，你酒量也太牛了！师傅，我还没放开喝呢。要不抬屋吧？不是，放沙发上先歇会儿。行。别动！我要跟他喝3杯。哦，你还喝呢？快给他喝点水吧。哎呀，累死我！小王八羔子，敢背着我结婚！
起来，朝阳，这起来。邱大海，我弄死你！我还你过来！哎呀！你看，你看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今天晚上我在饭店好像看见他了。啊，有他，你怎么不把他叫过来跟我见一面呢？哎呦，爸，咱别闹了啊！他不是我什么人，我就不喜欢他。你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我不喜欢他。你不喜欢他，你跟他结什么婚呐？我打死你！哎呦！你等等！我今天我非打死你！哎，躲！你给我躲！不，你先冷静点，你先听我说。哼，我听你说个屁！对不住啊。亲爱的，实在抱歉，今天没打算王朝阳和我们在一起，是偶然遇见的，也没想到他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。看你喝了那么多的酒，我也很心疼，一定很难受吧？明天早上起来要多喝点水，没什么事情就在家休息一天，不要出门了。我睡了，晚安。玲玲啊，你听没听啊？听了啊。怎么样啊？哦，把那个亲爱的、心疼的什么去掉就行了。那不太一般了，怎么突出我们俩特殊关系啊？你们俩关系已经够特殊的了，哎，我怎么不给他发信息啊？我说你能不能别老在男人面前低三下四的显示你的母性啊？你越这样，他越看不起你。女人不狠，地位不稳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啊，对简佳明这样的男人，你就让他觉得有距离，高高在上，高不可攀，他反倒越挫越勇。总之一句话，不惯着。哟，这是我认识崔玲玲吗？整个一情感专家呀！哎，你今天用的是不是越挫越勇这招啊？我才没你那么贱呢！我实话告诉你啊，我既不喜欢简佳明，也不喜欢王朝阳。但相比之下呢，这王朝阳还稍微可爱一点。哎，那姑娘叫什么呀？多大岁数？是哪儿的人呢？哎呀，她是本地人，叫崔玲玲。啊，她多大岁数？我没问你，你知道多大岁数？我具体我也不知道。这不知道，还给我打岔。啊，你是不是觉得她岁数比你大，你不好意思说呀？哎，大叔。依我看，那崔玲玲肯定没有朝阳大。哎，那他父母还健在呀？有没有什么家族遗传病史啊？哎呀，爸，他就没这个事儿嘛。我这么跟您说吧，他那天他是一个广告，我是去照相摄影。要把这婚结了，他弄来弄去，那实际上他变，你接着变，啊，哎，那最后弄来弄去，不最后还是结婚了吗？他不是，爸，我见您我紧张，我这样，我重新捋一遍，它实际上是个广告，它本来吧。停，你闭嘴，你回屋里去，去。不是我，你快。哎，行，哎，大海，拜托了，行，叔，您先说。哎呀，大海呀，快坐呀！哎呀，别，你快跟我说说。自打这两人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以后，挥之不去的。他那话怎么说来着？人生无处不相逢，想想我都觉得可怕。哦，当然，我主要说的是这王朝阳，跟那姓简的基本上没什么接触。接触也不怕，落在你手里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作为姐妹呢，我也不会嫉妒你，最多就变成影子，天天跟在你身边，阴魂不散，时时搞破坏，处处挖墙脚，直到有一天趁你不备时，偷偷把他给睡了。我说你都已经住在我这儿了，能不能别拿那姓简的恶心我呀？你怎么那么讨厌他呀？
她可是你未来妹夫啊！哎，对了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？拍照片认识的呗。我跟你说，这姓简的这款是我最不待见的公子哥。人家不是公子哥，人家是成功人士。什么成功人士啊？不就有几个臭钱把你们这帮女的迷得神魂颠倒的，他好在那儿孤芳自赏吗？你说的没错哈，但我就是喜欢。哎，玲玲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没学历，没背景，好在老天爷待我不薄，给我点本钱。我要是不嫁给成功人士，那成功就离我遥不可及了。对于我这种女人来说吧，结婚就是事业。讨厌，你吓死我了！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这贴的什么呀？我呀，得保养一下。以前呀，太对不起自己了。天哪，好漂亮！15块钱地摊上买的，估计是假的。傻德行，我看了又不值钱。你有这份心意啊，我就高兴了。有，你不是想找初恋时候的感觉吗？你戴上，你有没有感觉？有。别关灯，关上。哎呦，我想看着你嘛。不习惯。哎呦，别关灯，这样就没情调。行，你开着。来，来吧。小兰啊，小兰，哎，出去看看，快！小兰，你出来！什么事儿啊？那个灯啊，不能开来关去的，那灯泡要晃坏的。妈，您不能，您不睡觉，你盯着我们屋的灯干嘛呀？我出来倒水，正好看见的。哎，你说这话好像是我多管闲事儿是吗？我就不能管管你们了？这过日子，不管什么东西都得金贵着点儿。这3天2头你更换新的，那得多浪费钱呐！妈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您不能。我不能什么？你说呀，我不能什么？您不能影响我们的生活呀！哎，我影响你们生活了？我多余了是吧？你这话是赶我走啊！我养个儿子，老了还要被你们赶出去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家他姓邓不姓你李。妈，那个，刚才屋里确实是灯泡坏了，我们正在修理呢啊。小兰，那他也不能这么说话呀！国强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媳妇啊，你得给我管住了。要知道咱们这个家他姓什么？哎，好了妈啊，你快回屋睡觉去，我马上给您打洗脚水去。哎呀，你呀，说你什么好呢？哎呀。生气了？这老年人都这样，愿意跟着瞎操心，别往心里去啊！我想搬出去住。别闹了，咱们俩这刚有点感觉。哎，你觉得这样下去咱俩能有感觉吗？别着急呀，再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。你这怎么办呀？150一斤，太贵了。老爷子，您要图便宜，您那边看看，那边有萝卜。刚送过来的啊，绝对放心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不是我怎么说话，我卖的一点都不贵。哎，
你这个东西在河边一下午就能抓一只，你放到这儿就150了。您要是能抓到这么大的，您全都给我送来，我收，成吗？去，我哪有功夫给你抓这个？150一斤，便宜点。我看您也诚心买，一只给您便宜10块钱，跟没便宜一样。称一只。得嘞。您看3斤1两，高高的，我算您3斤，就当我给您便宜了。 450，好，来半只，半只卖不了，这是活物，没能卖过。哎，怎么不能卖啊？你刚才说卖萝卜，人家萝卜还可以卖半只呢。萝卜那是死的，这甲鱼是活的，你买走半只，这半只我卖谁去啊？不是，你这有什么不能卖的？哎呀，哎呦，大爷，哎呀，大爷，您别动，越咬越紧。哎呦，大爷您别动。小伙子。 哎，别哭丧这个脸啊！这甲鱼啊，我不白拿你的。来，下200块钱，你拿着。老爷子，你真豁出去了！为了便宜那200块钱，你拿手指喂甲鱼，怎么说话呢？啊，你喂个试试，这手指头能不疼吗？我对你餐厅的菜一点都不感兴趣，你以后可以不用邀请我了。不是，你稍等啊！预备，起！顾客就是上帝。我对你昨天提的意见非常的重视，但说心里话，我是一条都记不起来了。这样，上帝，麻烦你重复一遍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把我所有的员工都召集起来了，您怎么说我就怎么改。 你告诉我哪个意见你喜欢，我改。哎呦，你就对我这么大意见啊？是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直率。没什么事了吧？就这么着。哎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我跟你无冤无仇。既然无冤无仇，那今天晚上就一起吃顿便饭吧。别，你还是约彩儿吧。哎呦，我约她合适吗？合适。我们都觉得你们俩特合适，没什么事了吧？就这样，拜拜。喂。哎呀，欧阳，怎么啦？以后能不能别把我电话给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啊？我是觉得他对你有意思，人又长得帅，又有钱，又喜欢你，你干嘛不要啊？你长点脑子行不行啊？第一，这个男人我不喜欢；第二，这是周大小姐的菜，我吃了是会坏肚子的。我不这么认为啊，他们俩没确定关系。再说了，这简佳明明显是一直在跟你搭话呀。 你见过哪个男的跟女孩搭话能把女孩气死的？哎，你别在这下点鸳鸯谱行不行？我没有下点鸳鸯谱，我是觉得吧，这该是谁的他就是谁的，你不能说他想要的别人就不能碰吧？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你可不能让，这跟口香糖似的，你人嘴里边嚼了，他总不能从你的嘴里边拿出来再嚼吧？我怎么发现你这理论越来越像周采儿了呢？习惯了，以毒攻毒吧。